形狀好似係個人身體先，哇！就嚟死嘅感覺嘅。比较后丈量祖国，共交流。北邮的一些课程的话，有做什么调整可以帮助学生？先講咗我哋組負責嘅故宮先啦。咁我一開始咧，我哋見到嘅故宮都係好大嘅啦。喺故宮參觀嗰陣咧，我見到有一班香港比較好似嗰啲蟲或者蛇啊蛻皮嘅嗰種過程咯，所以我係好